悄悄一切逃，是因我犯情意。臣四子命令以为是欲尽，这将是按此行不差，是有迫在平当从事。这个一生不管聪明，此案已上报安源衙门专程应部，提问接着就下，岂可轻率重视，再犯此祸？你定有善，正是亲手从事。以一生看来，尚不足为你呀。呀，门生催是说，更你为私心难这回他年少气盛，有一切万当成。被你前往一方，难道这一点情谊都没有了吗？这个，既说恩师听要见我，一生奉陪。你错了，不是你来陪我，乃是我来陪你。